陈廷总，你还好意思啊？伟大的中国人，你是怎么样？台湾人啊，台湾人你们藐视台湾人，对不对啊？我母亲就讲，还好有台湾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讨饭都没有路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台湾，中华民国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中华民国早就到他们海里去了，跳海南岛去了，啊，今天这么讲啊，吃台湾米，炸台湾锅啊，你还光荣嘞，对不对啊？你的啊，华东台商子女学校，看不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啊？有没有唱国歌啊？在台湾你就光荣了，对不对啊？蔡英文根据中华民国宪法选出来的总统啊，你说他无知无识啊，指鹿为马，你呢认贼作父嘛？啊，习近平谁选他的啊？在习近平面前，你乖得跟龟孙子一样啊，带着一群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上将，所以才会有吴思怀这样的中将嘛，啊，最后才会有欧阳蓉的欧阳娜娜的这种这种女孩子嘛，啊，刚才范教授讲了啊，说唱国歌，2000年，张惠妹，一个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女孩，在陈水扁的就职典礼上，代表唱国歌，结果张惠妹被封杀了多少年？啊，没有关系嘛，在台湾唱中华民国国歌，中共都要封杀你他现在去唱《我的祖国》我们大家讲一讲他还怎么样？所以说，我觉得说，不要搞这种两套标准，真的要珍惜台湾真的还好有台湾才有你陈廷总这一辈子荣华富贵。黄埔上将不多你打过什么仗？你立过什么战功你担任总司令，你对台湾的国防有什么特殊建设？没有嘛现在每个月月领20几万还要到大陆去赚钱谁能够在大陆办学校？你问问看，没有特殊关系，共产党会让你办学校吗？不可能嘛！你拿什么特殊关系不就是因为你是台湾的退休上将，对不对你等于是卖了台湾的上将的面子，卖了黄埔的骨气去换你的个人的利益，你还光荣嘞，对不对？真的可耻可恶。